修女将匕首扎进他人的后背，为了无上的力量，势必要取出艾娃体内的圣环。幸亏玛丽及时赶到，阻止了丽丝，暂时保住了艾娃的小命。不过刚才的抢夺导致圣环的气息被魔龙察觉，魔龙现时在场的几人无人能与之抗衡。但很明显，魔龙的真正目标是天使之环。危急时刻，丽丝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生命替艾娃挡下了魔龙的攻击。此时，艾娃却想不明白，刚才的丽丝为夺取圣环还要杀了自己，可她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现在反过来又要保护自己呢？这一刻，艾娃终于鼓足勇气，拿起神速疯狂爆发，与地狱战斗。受到致命一击的魔龙，没想到竟带着丽丝的身体一同撤回了地狱。经历了此事，艾娃才真正明白修女们时常提起的使命与奉献的意义。于是她本能的反应选择了逃避。之后，玛丽拿着画像四处打听着他的消息，可每次都是以失望而告终。其实艾娃并没有走远，他来到一个民风淳朴的安逸小镇，但好景不长，艾娃在小镇餐厅做服务员时，再次看到红色迷雾，这代表眼前的男人也被恶魔附体。于心不忍的他本想以德服人，哪曾想对方突然暴走，拿起刀子向他逼近。由于第一次面对恶魔附体，艾娃表现得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其实玛丽很早就找到了他，一直没有现身，就是想让艾娃学会独自面对。经过玛丽的技术指导，艾娃逐渐占据上风。见时机成熟，玛丽将含有神速成分的武器递给了艾娃。接过刀子的艾娃将对方顶在墙上，猛力一刀刺入恶魔的要害。恢复平静后，艾娃决定不再逃避，愿意和玛丽回去，不管将来会面临什么，她也要坚强。与此同时，杜雷蒂篡权架空了文森特神父，以壮大教会的理由，招募了很多他自己的亲信。生面孔的出现把教会分成了两派，绝大多数人选择站在杜雷蒂的这一边，唯有少数的骨干还愿意听从神父的命令。返回来的艾娃并没有直接回到教会，而是去找了萨尔维博士，想通过科学技术弄明白他体内的圣环。可前台狗眼看人低，死活都不让他进。You want some? 见到博士后，艾娃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奇怪的是，博士并没有拒绝，反倒是很痛快的答应，因为他也有着自己的目的。他想利用圣环的力量打开穿梭空间的传送门，从而延长自己儿子的寿命。可最终实验失败了，艾娃受不了超负荷的压力，拔掉了仪器，情绪失控，直接穿过楼板来到了下一层。看到传送门的那一刻，他才知道博士利用了他。博士紧忙解释，并带他去见了自己的儿子。当艾娃靠近后，小男孩竟与他产生了感应，像神速武器一样放出星星点点的蓝光。另一边，教会里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个能让大家祖上诈尸的人。之前被恶魔带走的丽丝居然回来了，不过她还是以前的那个丽丝吗？